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！又到了听通的时间，今日我来教大家的牙水欣赏。今日我来教大家的是办公室的巡游的动作。办公室初久的行进肩跳，会变得更硬高。这个时间呢，做一下巡游的动作呢，可以改善神经和肌力的协调性。协调性好的话呢，可以让工作的时间更顺利了。夜晚呢，听到欣赏了更好运动哦。在开始运动之前呢，等我来做一下本身体压起来的运动。第一个动作呢，右脚让开始用只手拍起来，压过来。五个指头呢，对右边让过来的时间手又不用下来，吸气，调气。五个脚冇办法按太负的话，可以个小负一下，唔怕。小负是唔怕。五个可以的话都太负是。左脚要顺出来哦，出来哦。先好调整的，调气，吸气，调气，加油哦！这个时间脚要是把顺人哦，要忍耐下哦。先好，再一下，好，等稳片哦。稳左脚向右，让出去，手压放起来，是把裤下去，再让倒转来，开始哦，吸气，调气，吸气，调气，请好哦。如果你的手无办法压按过，唔怕，压到唔记家可以做地方都好的哦。再3下，好，休息一下，调一下态势哦。好，通啊。好，第二个动作呢，脚趾公小高落背式，好，我整个落背式，好，一样。让出去，这个时间呢，我从日本的相扑选手中用坐下去，7条要对准的脚趾公哦。这个时间，快时间停一下，身体呢看向当出去这边，右边，手顺出来，手可以当顿肚丝，再过来，再让倒转来，再一摆哦，让出去。屈下去，转的身体，再让倒转来，顺倒的就是把枪，不多一下旋转的动作，让出去，屈下去，转到右边，再过来，加油哦！要注意哦，5个7条，7条莫变安尼哦，记得咯，对准下边脚趾公哦，再过来，可以，注意哦，可以，转过去，再过来，下面稳片，稳左片哦，可以，稳左手，转的左片，再拿过来，加油哦，挺好。再2下哦，好，等下要准备做主运动的哦。等下动作会用到灯的。提灯的后背，手是讲位指向去夹。底下呢，手压住你讲，右手的手掌呢，靠近灯的，再打开来，手要松出去哦。从胸膛打开来，
调气，吸气，调气。好，你可以手伸出来，深吸，再打开来，深吸，打开来。喺入边嘅手会痛嘅话，好，你可以鼓励一些，先伫前面都会，手指公，好，指向前面都可以，安尼都可以。会松出来哦，眉毛不会哦。好，休息一下，等会另外一片。打开来，哎，今天做为是把会准拍，调气打开来，好，手伸出来，打开来。七条可以是800万啊，慢慢来做。好，喺入边，你是太太的，右边嘅方向。再摆哦，好，休息一下。今日动作，操作休息一下。好，用右手压顿来做脚，好，压手呢，去左边。打开来，手心向上哦，慢慢鼓来，吸气，调气，最后尾停下，再慢慢鼓来。停的时间，我是调不同哦。好，来换另外一片，打开来，莫不背哦，吸气，调气，停下，再慢慢的鼓来。挺好哦，轻轻的做哦。做只球，我希望眼高，如果做安尼动作，同内底腰骨，好放开来。挺好哦。好，休息一下，疼痛啊。停些动作，胸腰，打好了，手不用一拱旁边，手掌，再打开来。那个时间哦，手可以是把松出去，身体靠在后背，一起吸气调气，好，再把它扶来。向前，向后，打开来，慢慢来做哦。吸气，
息，然后好，我们另外一片，用引体胸前，大口来，把输出去，向后，吸气调气哦，连续做。先好，你下，这个慢点过来。好，休息一下，放松啊，好，轻轻啊，好，有油啊，好，放起来。前面动作呢，用只脚起蹲来，好，手呢，放在那个太落边方，你钢筋呢慢慢的下去，慢慢下去，慢慢放下去，休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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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当去把水带下的地方，迄喊迄个安尼停顿好诶，再慢慢的安尼松落。好，我感觉讲呢，脊椎一节一节，好慢慢的松落哦。好，好，对，做另外一边，下去降筋线分进来下，慢慢的。好，18不会唔怕，一节一节，慢慢的下去。你感觉讲，你背弄，好，又紧来紧松来，好，紧来紧放松来。我记得吸气跟调气哦，再来一次哦。吸气，调气，慢慢来来哦，唔好着急哦。慢慢的，可以过再发，输入行至前面的，好，再下去，慢慢的松来。第6个回事，一节一节松来。好，都我们背弄绑出来。咱们可以做个变化，来用这数，好，搞茶，右手在前面，好，就整体左片，向下去哦，身体慢慢的转哦，这段时间，右脚，好，7条可以18弯起来，左脚20次来。做最面的地方，吸气，调气，你感觉你的脚难度，跟太阳比后背比较轻衡，再慢慢的松来。好，来玩另外一片哦。好，一边现在左脚7条弯放起来，右脚打出来。身体后背，
吸气，调气，好，停一下，慢慢的松落。好，再100哦，吸气。好，倒7条路往回来，准备好背4秒钟的脚带，停一下，再慢慢的松落。好来，另外一片，慢慢的下去，一节节下去，好，7条往回来。右脚打出来，吸气，调气，慢慢的来哦，千万莫丢紧哦。好，休息一下，好，跟跳动作啊。好，但今天的动作呢，我用到等的。胸用手蹲来，好，脚打过来，脚趾弓臀4条，胸用朝前面，好，这招数呢，慢慢的下去，不用绑出来哦。好，多停的时间哦，用手行路，好，向前行，行到红的手掌，慢慢的。下去，想拄到起来，跳起，吸气，跳起，到最疼的地方，再慢慢的松出来，再行过来，拜拜哦，下去，好用手行路。平衡的动作，再下一次咯。停一下，吸气，调气，再慢慢松出来。好，最后1摆哦。要记得哦，你的腰骨。嘿，按你时间就是把通路莫再行的哦，都停那边都好诶，嘿，唔要通的话，再继续行。调气，吸气，好，再慢慢松脱出来，好。运动过后，还等偶尔做一下本身体够强壮的动作。首先，左脚让出去，好，右脚呢慢慢的开下去。这个时间，迄7条会痛的话，可以拿一条面拍扎好来，贴上去，好，安尼会够好一些。啊，前脚呢会够前面一些，好，用这手呢，慢慢的身体当方，莫准备看当方。调气，吸气的时间呢，脚举起来，是不是会不会抽到？抽下去，好，再松落，吸气，好，调气，要记得举起来哦。迄一个动作哦，要变够狠的话，都做够细一些，够细法一些，系唔好按倒，按尼路有帮到路好诶，好。调气，吸气，好，调气。假使讲你冇办法，如数沉沦，好，安尼可以。数沉沦，调气，好，下头稳脚。
胸用哦，数伸上去，困当风，好，再下落时节，叫起来，数嘟起来，安尼有帮助下等，跳背紧跳。好，休息一下。第下天的动作呢，脚，好，拿一倒过来，七条臀，脚趾弓，向下方向，一样，两只手，臀七条送出去，记得咯，要脚带摸扶风起来哦，拿回来，鼓落时间哦，一片都好诶，摸高条哦，系，入腿天数，身体右边来。好，拇指翻过去，再慢慢的鼓来，身体要绑出来哦。好，轻轻的休息一下，或者翻脚，用送出去，好，鼓来，送出去，好，加速哦，打过来。收起，休息，收起，好，休息一下，好，操到诶，泡泡感，好，休息一下，准备一下，好，nhanh nhanh啊，好，下一个，操顿了，用只脚，好，脚带仰向下，唔系肚势无法向前的话，会个仰是唔怕，好，用只手呢。身体前面，动作进来，跳起，跳起，收起，跳起，慢慢的伸出去，都去搞极限。好，无办法时间，慢慢的鼓来，收起，好，竖撑在后背，前跳了，往后来哦，拇指困当高，收起。跳起，轻轻的臀膝跳，下去，好，轻轻的脚向后背，好，手慢慢的臀身体顺起来。今日搞动作，大家有好不的冇？记得每日要听到先生胸下运动哦，安尼我身体同精神，那会更好更好。听通，还等下次见。